今日嘅講題係完全順服，我哋請孫牧師。完全順服。我哋中國人咧有一句嘅成語啦嚇，叫咩咧？軍令如山啊！大家應該聽過啦，係嘛？咁即係咩咧？軍令咧好似山一樣唔能夠搖動嘅，只要係皇上或者係嗰個將軍發出個命令嘅話咧，一頒布咗就下級一定要遵行，唔可以違抗。大家睇新聞都知啦嚇，北韓咧有一班士兵咧就去咗烏克蘭參戰，咁後來咧就有幾個俾人捉咗嚇，跟住就訪問佢啦啲傳媒啊，咁佢又點講咧？佢話我唔知係嚟打仗嘅喎，我以為你係受培訓嘅喎。大家有冇睇到新聞啊？你唔知啊？所以佢哋好悲哀啊！佢哋以為國家對佢好好喎，特登派佢哋接受培訓，點知原來係真係上戰場，所以就死咗好多士兵嗰行人。所以軍令如山，佢唔能夠唔去。仲有就係咩咧？被俘虜咗嗰幾個軍人咧，有好幾個唔敢留喺烏克蘭，因為本來可以走㗎嘛，俾人捉咗。咁烏克蘭即係應承咗話唔會傷害佢哋嘅，俾佢哋有平安喺烏克蘭住嘅可以。但係因為點解啊？佢有家人喺北韓啊，如果佢留喺烏克蘭嘅話，佢嘅家人咧就會受到一啲可能逼迫都未定，所以佢哋又唔敢留喺烏克蘭。所以軍令如山，順服。仲有啦，醫生叫你打針，你會唔會唔順服咧？我記得嗰陣時有一個嘅告白啊，有個醫生咧就同個病人就打針，咁個病人話：醫生打唔打？得唔得啊？醫生話唔打，佢哋就打。咁點知咧呢個醫生咧有一日就病咗，就去睇另外一個醫生。個醫生同樣係咁同佢講話要打針啊。咁呢個醫生就話咩啊？打唔打得針？唔打唔得啊？得唔得啊？佢哋自己身為醫生，佢都怕打針，係嘛？咁但係你有病，醫生話要打針，你係咪要順服咧？咁仲有其實好多例子嘅。法庭個法官判咗呢個，譬如話一個清盤令咁先算啦嚇。咁你間公司點可以唔清盤咧？大家都知啦，恒大呢個咁大嘅建築公司頒咗清盤令，佢都要清盤啦。仲有呢個健身公司俾人頒咗清盤令，都要清盤啦，係咪？咁所以有啲嘅事情咧，有啲嘅命令咧落咗嘅話咧，就要完全順服。你知冇？大家有冇諗過咧？我哋暫時唔講呢個事啊。大家有冇諗過？身為基督徒，聖經裏邊上帝俾咗好多命令我哋嘅，大家有冇完全順服神嘅命令咧？咁咧呢個咧就係我自己母會宣道會嘅徽號嚟嘅。咁點解同大家介紹咧？咁可能因為你哋唔係宣道會背景咧，你好多都唔知呢個徽號代表乜嘢嘅。呢個徽號咧代表四重福音。首先十字架，大家應該知啦，主耶穌基督救贖，好清楚係咪？咁跟住咧，呢個咧就係油瓶，即係載油嘅。咁大家載油嘅有咩用啊？知唔知啊？點燈，即係點台嘅咯，意思。唔係，喺聖經裏邊點燈油咧係有好重要嘅。大家記唔記得上兩個禮拜我同邊個祈禱啊？抹油祈禱，油係醫治嘅功用嘅。咁當然大家普通嚟講，油係都係點燈嘅，呢個事實嚟嘅。但係喺呢度嘅情況底下咧，都係代表醫治。四重福音嘅意思即係話，呢個福音係醫治人嘅心靈同肉體嘅，唔單單係心靈添啊，同肉體好多時都係醫治埋嘅。四重福音，油瓶醫治。第三個洗作盤，知唔知點解？因為洗作盤潔淨，潔淨，因為點解啊？遲啲我會講噶啦，受浸水禮6月1號嘅崇拜我就會講噶啦，等大家明白呢個為之嘅點解要受浸要水禮要即係浸禮，咁有個意義喺當中嘅。喺舊約嘅時候已經有呢樣嘢㗎，其實咁呢個洗作盤就係潔淨，將我哋嘅罪去洗淨。
咁啊當然啦，主耶穌基督嘅寶血就將我哋嘅罪洗淨。咁跟住啦，最後呢個咩嚟㗎？皇冠，皇冠係咩啊？主耶穌係我哋生命的王啊！如果主耶穌基督係我哋生命嘅王嘅話，正如頭先我所講，軍令如山。如果主耶穌基督俾一個命令我哋嘅話，我哋可唔可以服從咧？答案係唔可以，因為軍令如山。好，我重新去今日嘅講道禱告。親愛主耶穌基督，嚟到你面前，求主你體諒我哋嘅軟弱，因為你係我哋生命嘅王，但好多時我哋卻係並冇係當你係我哋嘅王，因為我哋冇完全順服主你自己嘅命令同教導。有時間，我哋一同喺聖經裏邊去睇呢方面嘅真理，由聖靈親自教導我哋各人。我哋一同喺你面前有領受，同心祈禱，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好啦，今日咧會同大家7方面去講一講關於呢個嘅完全順服嘅聖經嘅真理教導啊。好，首先虛己與謙卑自己。頭先大家讀嘅腓立比書2章5至8節嗰度講。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神同等，反倒虛己，取了奴僕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既有人嘅樣子，就謙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虛己同謙卑係信服嘅首要條件。點解？因為如果你唔願意信服從上而嚟嘅權柄，或者你唔尊重神嘅僕人嘅話，你唔會聽佢講。所以一個唯有就係喺神面前願意謙卑自己，信服上帝、信服神嘅僕人嘅人，先至能夠可以真係完全嘅信服上帝。所以要先謙虛自己，虛己然後謙卑。所以如果你睇唔起別人嘅話，你點會順服一個人呢？係嘛？如果你對教牧同工睇唔起嘅話，你點會順服佢呢？所以個正正就係提醒我哋每一個基督徒，我哋嘅身份係乜嘢？我哋要效法主耶穌基督，虛己同謙卑。主耶穌基督俾我哋喺聖經裏邊最好嘅榜樣，大家應該都唔會記得㗎啦。馬太福音26章39節提到，主耶穌基督喺被賣之前嗰個晚上，喺客西馬尼園禱告，佢求上帝3次，佢求上帝將個苦杯拎開，但係最後主耶穌講最重要一句補充嘅，佢話唔係照我嘅願所願的，係照你所願的。意思就話主耶穌基督知道呢個苦杯係好難領受嘅，好辛苦嘅，但係佢因為要順服上帝嘅旨意，佢祈禱嘅時候都話求神按佢嘅旨意成就，唔好按佢自己個人嘅意願去成就。弟兄姊妹，我身為神嘅兒女，主耶穌基督都係咁樣啦，何況係我哋咧？係嘛？我哋咪更加應該要順服上帝，願意上帝嘅旨意成就喺我哋自己身上。因為點解啊？主耶穌基督為我哋做咗好一個重要嘅事情，付上好重嘅代價。以賽亞書53章4至5節講咩？佢話他誠然擔當我們嘅憂患，背負我們嘅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是被神擊打苦待。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弟兄姊妹，主耶穌基督係三位一體真神嘅聖子，佢尚且願意放下自己嘅尊貴，完全信服上帝嘅旨意，道成肉身成為人。我哋都係神所創造嘅，我哋更係蒙恩嘅罪人。弟兄姊妹，我哋更唔應該，是不是不更應該信服上帝咧？上帝嘅旨意，我哋咪應該要完全信服跟從。好，第二方面，信服才能成全神嘅計劃。頭先讀嘅腓立比書2章8節嗰度話，
就謙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主耶穌基督釘死喺十字架上邊。以弗所書1章5至7節嗰度講到，就係話佢藉着按着自己嘅旨意所喜悅嘅，預定咗我們藉着耶穌基督嘅兒子嘅名得兒子嘅名分，呢、這個他就講上帝啦，使他榮耀嘅恩典得到稱讚。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白白賜給我們的，我們藉着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這是照他豐富的恩典。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係因為佢願意信服上帝，所以佢先至被釘十字架。當時有啲嘅法利賽人或者一啲嘅猶太人唔信佢嘅，行到主耶穌基督面前話：你懂得去起死回生醫治病人，如果你而家從個十字架上面跳落嚟，我就信你啦。主耶穌基督有冇咁做咧？當然冇啦，係咪？又打個比方，如果主耶穌基督真係跳咗落嚟嘅話，你估嗰班猶太人會唔會信佢咧？都唔會，點解唔會咧？佢淨係信自己嘅，佢自己佢又會有冇實際嘅證據先？佢再挑剔好多嘢，佢哋會係啊，佢仲可以挑剔，因為點解？主耶穌基督其實喺新約聖經裏邊有好多次起死回生嘅例子㗎啦。最出名嘅就係咩啊？拉撒路啦，係嘛？墳墓裏邊3日都能夠起死回生，係啊。咁佢哋都唔信。咁上次我同大家講過啦，嗰啲猶太人因為拉撒路從死裏復活啦，想殺咗拉撒路一家㗎。所以點解福音書裏邊唔敢提佢哋嘅名咧？係嘛？路加福音唔敢提嘅名，佢哋約翰福音先提咧，就因為約翰福音佢哋已經成100年後，嗰啲人都死晒啦，包括拉撒路同瑪利亞嗰啲馬大都死晒啦，應該返晒天家嘅，咁唔怕俾人傷害咯，咪可以提佢哋個名同提佢哋住處咯。點解咧？係咪？所以主耶穌基督倘若唔係因為信服上帝，我哋就唔會得着救恩嘅領子，係嘛？所以領子會聖經裏邊同樣有啲嘅例子，使徒保羅有一個叫做馬其頓異象，大家可能都聽過，記載喺《使徒行傳》16章6至10節嗰度話，因為聖靈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到了每西亞嘅邊界，他們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夜間有異象向保羅顯現，有一個馬其頓人站着求他說：請你過來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就立即設法往馬其頓去，認為神呼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裏的人。咁呢個咧就係講緊使徒保羅咧，佢喺第2次嘅宣教行程裏邊嘅一個嘅經歷嚇。咁當時咧，大家睇到啦，佢哋咧本來自己打算按照佢哋人嘅計劃，佢哋打算咧去呢個嘅比推尼。大家知道呢個咧就係亞西亞，即係而家土耳其一帶嘅地方。咁呢個愛琴海，咁呢個咧就係希臘一帶嘅地方。以色列地咧就喺呢個嘅先你睇得，係喺呢個地方啦。呢個地方 ，sorry， 以弗所，嗱呢度唔係以色列喺呢度，對唔住啊，翻到嚟呢度，落到嚟下低呢度呢個巴勒斯坦地喺呢個地方。咁當時嚟講，保羅咧第2次宣教行程咧，就去到呢啲地方嘅時候，本來咧就想北上去比推尼嘅，但係咧聖經講得好清楚，聖靈第一就禁止佢哋亞細亞講道，即係呢個亞細亞呢一笪地方講道，聖靈唔俾佢因為未係時候。後來佢就喺個地方有好多嘅事工嘅，當時嚟講，神覺得佢唔係呢個時候，所以咧就叫佢唔好喺嗰度講道，以免拖延咗佢嘅神嘅計劃。咁跟住咧，佢哋又想北上去比推尼，但係咧耶穌嘅靈又不許。咁跟住咧就有馬其頓嘅異象出現。所以弟兄姊妹，倘若使徒保羅當時唔信服上帝，只係憑己意上到比推尼去傳福音嘅話咧，其實後果會係乜嘢咧？知唔知道馬其頓異象帶嚟一個好大嘅一個震撼啊？去到馬其頓咧，其實呢個咧就係希臘一帶嘅地方嚟嘅。
咁當然係而家獨立咗嘅馬其頓啊。咁咧入咗呢個希臘呢個大地方咧，就代表佢進入咗歐洲啦。咁因為佢去到歐洲開始咧，後來福音就有機會去到羅馬。保羅所以後來最後尾人生最後一段階段就去到羅馬嗰度為主作見證。因為點解？第三次嘅行程咧，佢翻去耶路撒冷之後俾人捉咗啦，俾猶太人捉咗，咁跟住咧就告佢，佢就要上訴凱撒，就去羅馬上訴凱撒。咁於是乎咧就再去到羅馬地方就去傳福音。咁所以但係喺今次嘅情況底下，我哋好睇到，因為使徒保羅佢完全信服上帝嘅帶領，佢唔好堅持自己嘅計劃同諗法，於是乎就打開咗呢個歐洲嘅福音大門，並且後來將福音傳到去羅馬。明唔明白上帝嘅計劃係點樣？大家知唔知羅馬當時有咩影響力啊？知唔知啊？羅馬當時係整個西方世界嘅中心嚟嘅，佢嘅版圖大到咧去到英國㗎。大家知道英國有個地方叫巴迪啊，就係因為羅馬帝國嘅人去到嗰個地方整咗一個大浴池啊，溫泉浴池啊，所以稱嗰個地方為巴弗。而家就係一個大學區啦，巴弗嘅地方。咁所以咧，可想而知當時羅馬帝國嘅影響力係好大。所以福音能夠先喺羅馬植根，然後擴散咧，結果福音就傳遍整個歐洲。因為羅馬帝國當時係版圖曾經係整個歐洲差唔多都俾佢管治住嘅，所以睇到神嘅心意。如果單單去到比推尼嘅話咧，佢頂多都係能夠將福音傳遍呢個土耳其一帶，又或者上到黑海一帶，即係而家即係舊陣時嘅蘇聯嘅一啲嘅版圖嘅地方。咁所以神嘅心意係藉著呢一次嘅馬其頓現象，讓福音傳到歐洲羅馬，然後擴散開去全世界。神嘅計劃係何等奇妙，超過我哋嘅人嘅思想，我哋係知。所以有時如果我哋唔信服上帝嘅話咧，我哋會失去咗上帝好多嘅恩典，同埋喺我哋生命中好多奇妙嘅大能作為。唯有我哋完全信服上帝，我哋先會經歷到呢一切。好，第三方面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哋唔好忘記我哋嘅身份。加拉太書4章8節嗰度講：從前不認識神嘅時候，你們是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神明作奴僕嘅。因為奴僕呢個意思係奴隸啊，呢個奴隸呢個翻譯更好啊，作奴隸嘅。然後加拉太書5章1節跟住講：基督釋放咗我哋，使我們得自由，所以要站穩，不要再被奴隸啲軛業制。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之前係喺罪裏邊被捆綁住，做撒旦嘅奴隸。但係今時今日，因着主耶穌基督嘅救贖，我哋成為咗自由人啊！聖經講話自由人，就係話咩啊？我哋唔再服喺撒旦罪惡嘅權勢底下，我哋有自由去不犯罪。好多人以為信耶穌基督咧好冇自由咧，點解？呢樣又話唔做得，買六合彩又唔得，打麻雀又話唔得，飲多啲酒又話唔得，冇晒自由。啲人以為咁嘅樣。大家嗰啲人唔明白就係咩？倘若你唔信耶穌嘅話咧，你會點啊？酗酒啦，賭博啦，控制唔到自己啦，情慾控制唔到自己啦，好多呢個問題就係正正因為在冇喺主裏邊得自由，而成為咗罪嘅奴僕，反而自己嘅生命一塌糊塗。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記得我哋係主耶穌基督所救贖嘅，係佢所買贖翻嚟嘅。我哋唔應該再做罪嘅奴僕，我哋要再做義嘅奴僕，做上帝嘅奴僕。因為聖經講咩啊？我哋用重價買嚟嘅。我哋要一齊讀哥林多前書7章22至23節。因為蒙主呼召的奴僕是主所釋放的人，蒙主呼召的自由之人是基督的奴僕。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所以提多書跟住2章9節講話，要勸牧人順服自己的主人，
凡是討他的喜悅，不可頂撞他。呢度咧本來係講緊真正嘅一啲嘅主人同僕人，即係老闆同啲奴隸啦嚇，或者咁講啦嚇。咁但係咧，呢度正正係提出一點嘅，我哋如果係上帝嘅僕人嘅話，我哋豈不更加要順服我哋嘅上帝呢個主人咧？人嘅僕人都要順服人嘅主人咯，何況我哋係上帝係真神嘅僕人，我哋豈唔更加應該要順服上帝咧？聖經都有曾經講過，佢話中國人有句説話曾經講嘅，佢話得人恩典就點啊？千年幾，仲有咧飲水又要咩啊？思源。意思講緊咩啊？唔好忘恩負義嘅弟兄姊妹。如果係領受咗咁寶貴嘅恩典嘅話，我哋點能夠真係頂撞我哋嘅神，順服佢咧？況且呢位上帝係我哋所預備、我哋所計劃嘅都係最好嘅，係超過我哋所想所求。眼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未曾想過嘅人嗰啲弟兄姊妹，所以信服上帝有利而無害，係嘛？所以我哋要真係完全信服上帝，我哋就能夠經歷呢位上主俾我哋嘅恩典祝福。好啦，第四方面啊，自誇就係信服最大嘅障礙。哥林多前書4章7節嗰度講：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你所有的哪一個不是領受的呢？若是領受的，為何自誇？彷彿不是領受的呢？呢度咧，本來嘅經文嘅上下文係講緊恩賜嘅。有啲人因為自己有特別嘅恩賜咧，就喺人面前自誇，以為自己好叻，懂得呢樣懂得嗰樣，就睇唔起其他人，唔抽睬其他嘅弟兄姊妹。正正係因為佢覺得自己要好叻，但係佢唔忘記咗自己所有一切嘅能力、恩賜，其實都係嚟自上帝，自己冇嘢可誇。如果你誇自己恩賜嘅話，別人亦都可以誇佢哋自己恩賜，因為喺上帝嘅角度裏邊咧，我深信就係每一個弟兄姊妹都有從上帝而嚟唔同恩賜嘅。你叻呢樣嘢咧，係嗰度叻第二樣嘢，係嘛？如果你自誇你自己叻嘅嘢嘅話咧，人哋亦都可以誇佢自己叻嘅嘢。咁嘅情況底下，教會邊有和諧咧？教會又點會有合一咧？教會又點能夠同心合意去擴展神嘅國度咧？各位弟兄姊妹，記得提醒自己，唔好誇耀自己能夠做呢啲咩嘢。神俾我哋有侍奉嘅機會係恩典嚟㗎。神可以揾第二啲人代替你嘅位嘅，唔好以為淨係你識做啊，人人都可以學照樣做到嘅啫。所以千祈唔好誇耀自己，總要弟兄姊妹彼此接納、彼此勸勉，一同嘅去建立上帝嘅國度。其實喺聖經裏邊，正正係有人自誇就出事嘅。呢個係邊個啊？以賽亞書14章12至15節都有講。因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竟然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竟然被砍倒在地上。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的眾星之上，我要坐在會眾聚集的山上，在極北的地方，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墜落陰間，到地府極深之處。呢個邊個嚟㗎？呢個邊個嚟㗎？知唔知講緊邊個？講緊魔鬼撒旦啊！大家唔好一開始以為明亮之星就係講緊上帝啊，或者講緊主耶穌啊。只不過係有乜嘢啊？我深信就係當時嚟講，魔鬼撒旦係神所創造嘅一個好叻嘅天使，好有才能嘅天使。於是乎佢點啊？驕傲咯啊！佢話咩啊？我要升到天上啊！即係同上帝平等啊！仲要咩啊？高舉我嘅寶座在神嘅眾星之上添喎！呢個寶座喺天上，唯一嘅寶座係邊個㗎？天父上帝嘅寶座啊嘛！但係撒旦佢又話：我要舉起我嘅寶座喺天上邊，即係同上帝有個對衡。佢唔信服上帝，
自己內心驕傲，但係聖經俾佢審判咗咩？佢要墜落陰間，成為咗魔鬼撒旦。所以今時今日，魔鬼撒旦仍然都喺世上繼續同上帝敵擋，直至到咧將來主耶穌基督翻嚟，千禧年嘅國度，佢就被捆綁喺陰間1000年，又再被釋放之後，再抌落去呢個深淵，永永遠遠。咁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身為主嘅兒女、神嘅僕人，我哋千萬唔好效法撒旦。當我哋內心驕傲嘅時候，你就係俾撒旦迷惑，你將會同撒旦一樣墜落陰間。唔好以為洗咗禮、受咗浸就係得救嘅基督徒啊！弟兄姊妹，當時使徒約翰點樣講啊？你要悔改啊，認罪啊，你先至能夠可以脫離呢個地獄火嘅審判。所以遲啲我講浸禮就講得好清楚啦。浸禮唔代表乜嘢嘅，好多受咗浸嘅基督徒其實亦得救。將來佢哋冇機會去到千禧年嘅大筵席，亦都冇機會上到最終嘅新天新地。邊個能夠上到咧？只有上帝知道，你自己內心知道，你係咪真誠悔改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嘅？你自己知道，第三者唔知嘅。可能你喺教會裏邊好多服侍，同弟兄姊妹好 friend， 成日飲飲食食，冇用㗎。呢啲唔能夠代表你能夠上天堂嘅，唔能夠代表你得救。要真誠認罪悔改嘅人，先至係重新得救，先至能夠將來可以得享永生天家嘅福。我遲啲再喺受浸翻嗰個嘅水禮嘅嗰度個篇道嗰度會再詳細講俾大家聽，咁大家知道啊。好啦，所以雅各書提醒我哋唔好驕傲，唔好自誇。雅各書提醒呢個例子，有啲人咧就自己自誇，今日明日我就可以去某城裏邊去住1年，去咧係買賣賺錢。但係其實明日係點樣，你唔知道。你哋嘅生命係點樣？你哋原來係一片雲霧嘅，出現片刻就不見了。你們倒應說乜嘢？主若願意啊，我們就能活着，可以做這事或那事。但係現今你們竟然狂傲自誇，凡這樣的自誇都是邪惡的。所以唔好自誇，因為如果上帝要我哋離開個世界嘅話，冇人能夠阻止。你話我聽日可以去邊度玩，去邊度飲飲食食旅行或者去邊度去賺多啲錢。今晚上帝就要你嘅靈魂啊！喺另外一節嘅聖經文講嘅，佢話愚蠢的人啊，佢話我今晚就要你嘅靈魂啊！你能夠做乜嘢？聽日你冇靈魂啦，今晚已經，你聽日能夠做咩？所以千祈唔好自誇喺上帝面前，要真誠謙卑認罪悔改，你先至可以得救。所以加拉太書6章14節，我哋一齊讀。但我絕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作為基督徒，其實我哋應該要與主耶穌基督同釘十字架。受浸嘅其中一個意義就係與主耶穌基督同釘十字架，受死埋葬。我就會遲啲再解釋呢個水禮嘅意義。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各人都背起我哋自己嘅十字架，跟從主，咁先至會蒙神所悅納，能夠將我哋嘅生命去榮耀上帝。好，第5方面，信服神嘅益處喺邊度咧？腓立比書2章9至17節嗰度講，所以神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膝都要跪下，眾口都要宣認，
耶穌基督是主，歸榮耀給上帝。我哋嘅主耶穌基督釘喺十字架上邊，有好多唔信嘅人，佢哋聖經話佢咩啊？佢哋認為十字架嘅道理係愚拙嘅，但係在我哋得救嘅人，我哋就覺得，我哋就深深明白應該話，十字架係上帝嘅大能，因為要成就救贖。所以信服神嘅人嘅益處就係神將他升為至高。呢個當然啦，呢度講緊係主耶穌基督，因為主耶穌信服上帝嘅旨意同埋命令，所以神要將佢升為至高，超乎萬名之上。所以天上地下沒有別的名號能夠靠着得救，唯有靠着主耶穌基督嘅聖名。主耶穌基督係至高嘅真神，所以信服耶穌嘅就能夠得到榮耀同埋得着更大嘅福氣。聖經裏面有個例子喺路加福音5章5至6節，當時使徒彼得，因為佢係漁夫嚟嘅，好有經驗嘅漁夫嚟嘅，打魚打咗成晚，一條魚都捉唔到。跟住咧，主耶穌去到佢嘅船嗰度，去到佢嘅船附近同佢講，佢話：你喺呢個地方開出去，然後下網啦咁樣。咁西門彼得初點樣講啊？佢話：老師，我們整夜勞累，並沒有打着什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啦。他們就下了網，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你知唔知使徒彼得係一個好有經驗嘅漁夫？我好相信佢起碼都20-30年嘅漁夫啦嚇，因為佢都年紀唔細嘅，打咗魚真係都20-30年啦。咁你一個所謂嘅文質彬彬嘅木匠嘅兒子，聖經你就叻係嘛？打魚你及得我咩？應該嚟講啊，佢會咁諗㗎係嘛？因為佢係漁夫啊嘛，你唔係啊嘛，主耶穌唔係啊嘛。咁所以咧，我成晚都打唔到魚，彼得話：你叫我而家又出嚟，嘥精神嘥力啦，係咪？難道你講一句説話我就能夠打到魚咩？不過唔同嘅地方就係咩啊？因為使徒彼得呢個西門啊，佢尊重耶穌，佢敬畏耶穌，所以佢信服主耶穌吩咐。佢就話：老師，當時都未知主耶穌係救主啊，只係覺得佢係一個值得人尊敬嘅老師，即係所謂嘅聖經嘅老師喺度講緊嚇，聖經嘅老師。咁所以咧，佢信服主耶穌基督就下網打魚，結果就攞到好多魚翻嚟。當然後續嘅故事，主耶穌會講話咩啊？我要你以後得人如得魚啊！就要使徒彼得去牧養教會，牧養主嘅羊。所以哥林多前書2章9節嗰度頭先我都讀過，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姊妹，我曾經聽過唔少人同我講，我一生信耶穌之後，都冇乜經歷過上帝嘅恩典嘅，佢冇乜點幫過我，冇乜點特別祝福我。弟兄姊妹，呢啲正正係因為咩啊？因為呢啲人心裏面驕傲，心裏面冇信服上帝嘅帶領，只係以為返教會就有一班弟兄姊妹嘻嘻哈哈、開開心心就夠啦。有一個叫社交群體，好多人返教會係當社交群體嘅啫，唔係真係為咗去敬拜上帝、去侍奉神嘅。呢啲咁嘅人點會經歷到神嘅恩典啊？因為佢唔信服神啊嘛，神吩咐佢做呢樣做嗰樣，佢冇聽啊嘛。佢只係各自即係點啊？各行己路啊！咩叫自己自行偏行己路？偏行己路啊！我行我素啊！偏行己路，我行我素。咁佢點會經歷到上帝恩典咧？點會經歷上帝奇妙嘅大能同作為咧？唯有就好似使徒彼得咁樣，雖然你好叻，好有經驗，但係耶穌叫你做，你就去做啦。聖經吩咐我哋嘅教導，要我哋咁樣做，你就去做啦。唔好以為聖經，呢啲咁嘅2000年前嘅一啲嘅教導，今時今日唔識用噶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咁嘅心態嘅話咧，咁就廢啦。你正正係落入咗撒旦嘅網羅當中。因為神嘅話語係永遠長存，一點一畫都唔能夠被廢去，必要成就嘅。
正如而家睇到歷史嘅進程，好多聖經嘅預言一步一步實現緊啊！弟兄姊妹，正所謂講得俗啲，放長雙眼你就睇到㗎啦。只要憑信心等候，你就會見到聖經呢啲預言一樣一樣嘅去應驗。所以我哋要得到神嘅祝福，我哋就要全心信服。仲有點解咁多基督徒成日都覺得自己冇能力去敵擋撒旦呢？就係因為唔肯信服神啊嘛。雅各書4章7節嗰度講得好清楚，所以要信服神，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們。哇，係咪好犀利啊？我哋信服神嘅話，唔係我哋要走佬喎，係魔鬼要走佬啊！魔鬼知道我哋信服上帝嘅話，走夾唔唞，唔敢攻擊我哋，唔敢迷惑我哋，連行近我哋都唔敢啊！因為知道有上帝有主耶穌基督與我哋同行，賜俾我哋屬靈嘅力量去敵擋佢。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勝過魔鬼，我哋一定要信服上帝。仲有信服神先能夠得生命啊！呢個羅書12章9節嗰度講，佢話再者，我們曾有肉身之父管教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靈性之父，我們豈不更當信服他而得生命嗎？弟兄姊妹，信服神先至能夠得生命。呢個生命唔單止係講緊將來添加永恆嘅生命，更係講緊今生嘅生命。因為主耶穌講話，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覺得自己信咗耶穌之後平平無奇，冇乜特別嘅話，唔覺得自己有豐盛嘅話咧，大家要好好地反省自己。你有冇完全信服上帝咧？因為只要你完全信服上帝嘅話，你就能夠得着豐盛嘅生命。呢度就講咗啦，約翰福音10章10節，得的更豐盛。好，第6點，不信服神嘅惡果。以弗所書2章1至2節嗰度講，從前你們因着自己嘅過犯罪惡而死了，那時你們在過犯罪惡中生活，隨從今世嘅風俗，順從空中掌權者嘅領袖，就是現今在悖逆的人心中運行的邪靈啊！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唔信服上帝嘅話咧，我哋就會變成信服空中嘅掌權者啊，就係魔鬼撒旦啊，邪靈啊。所以點解咁多人唔信耶穌嘅，佢哋會被罪惡捆綁住咧？想做嘅唔去做，唔想做嘅就偏偏去做。即係頭先我所講，吸毒啦，強姦犯啦。呢啲都係佢哋控制唔到自己嘅情慾，所以佢哋就被撒旦邪靈控制咗佢哋。所以如果唔信服上帝嘅話，我哋就好容易陷入罪嘅網絡當中，被撒旦捆綁住我哋一生。好簡單，譬如話，如果揸車唔聽交通規則，唔遵守交通規則嘅話，就撞車啦，最終嘅結局幾可悲，係咪啊？等於我哋基督徒都好，如果我哋有聖經嘅真理，我哋唔會聽從嘅話，我哋嘅結局比起撞車更嚴重啊！聖經最先最出現嘅例子，唔信服神嘅咩啊？係亞當夏娃吃禁果咯，因為佢哋食咗禁果，本來佢喺伊甸園裏邊可以開開心心、永永遠遠活着嘅，但係就因為佢唔信服上帝，聽咗撒旦嘅迷惑，食咗禁果啦，於是乎咪要經歷死亡啦。女性就要經歷生產之苦，男性就要經歷揾食嘅辛苦，即係汗流浹背先至揾到食啊嘛。聖經講，女性就今日就要經歷生產嘅時候痛苦咯。好多啲醫學家都講啦，女性生產係人裏邊最痛楚嘅一個經歷，10級嘅經歷痛楚。咁啊，今日咧，我聽一個師母曾經分享講笑咁講，佢話咧今日男性咧仍然都係按住創世記咧就
工作咧要汗流浹背先至揾到食，係嘛？即係一個嘅咒詛嚟嘅。但係今時今日女性咧就雙重咒詛，點解？知唔知啊？第一個咒詛就係生產之苦啦，係咪？要俾男人合制啊！唔係，第二個嘅咒詛就係咩啊？今時今日我哋好多姊妹都要工作㗎，係咪啊？咁你咪雙重受苦，又要生仔又要辛苦，翻工又要辛苦。男人就唔係啦，淨要翻工啫。唔係喎，佢如果唔出去翻工啊，佢都要喺屋企做到隻劇咁㗎。咁都係一個計數啦。佢唔喺屋企做揾到工人嚟。總嘅嚟講就係即係，所以呢個師母講笑咁講，今日做女性真係冇着數啊！真係受一樣苦樣，女人就受兩樣。咁但係呢一切都係基於㗎，就係正正因為人唔肯順服上帝。亞當夏娃當時唔肯順服上帝，所以讓罪入咗世界。罪入咗世界之後，就迷惑以後所有亞當夏娃嘅後代，即係你同我。所以唯有就係我哋願意再順服翻上帝嘅時候，我哋先至能夠叫撒旦逃跑逃避我哋。咁啊，我遲啲再講下。當時梗係有啦，因為撒旦係天使嚟噶嘛，佢係天使中一個其中最叻嘅天使可能啊，所以咧創造我哋以前已經有咗魔鬼撒旦，因為神先創造咗天使，先創造人類嘅。好，跟住第二個例子啊，聖經裏邊呢個所羅門王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啊，好大家應該聽過。列王紀上邊11章嗰度提到，所羅門王本來後生嘅時候，佢好敬畏神嘅。佢有一次喺夢裏邊或者異象裏邊，上帝問佢：你要乜嘢？我賜俾你。智慧。佢唔要金銀財寶，唔要富貴，佢只係要智慧。因為點解？佢知道自己接手咗呢個以色列咁大嗰個王國之後咧，必須有智慧先能夠管理呢個國家。於是佢向上帝求智慧。咁跟住上帝講咩？好，我就賜俾你智慧。除咗智慧之外，我都賜俾你大財富。咁所以咧，所羅門王當時嚟講，金算唔算得乜嘢？唔係，佢話聖經講話銀子算不得什麼，因為金子遍地啊。聖經講啊，喺所羅門王嘅時候。因為幾有錢啊！仲有所羅門嘅智慧咧，係令到咧周邊好多嘅國家啲人都嚟朝見佢，希望從佢嘅智慧當中係學習一啲嘢。咁所以所羅門王本來係順從神嘅，可惜到佢年老嘅時候，因為佢娶咗太多嘅外邦女子為妾啊，為妻妾，所以咧嗰啲外邦嘅女子就誘惑佢去拜其他嘅偶像啊，跟住佢就離開上帝，唔隨從神啊，即係時候變咗咩啊？由信服上帝變成咗唔信服上帝。咁跟住帶嚟嘅後果就係咩啊？後來神始終都祝福佢，佢話在你有生之年，我唔需要你經歷呢啲大災難，但係在你死後，你嘅國家將要分裂。咁所以當所羅門死咗之後，佢個仔羅波安同埋另外一個嘅北國嘅一個嘅領袖，軍事領袖叫耶羅波安，就出現分裂裂痕，導致以色列就分咗南北兩國啦。咁呢啲一切都係基於一問題，所羅門同佢唔順服上帝，就出現咁嘅悲劇嘅後果。咁所以弟兄姊妹，唔順服上帝嘅人啊，唔單止自己係要面對一啲嘅不幸或者係災難嘅事件，更加按所羅門王嘅經歷就係咩啊？佢禍延後代啊！嗰真係好係就係咁。睇唔睇到啊？所以有時咧，我哋人犯罪咧，唔單單只有我哋受苦㗎，好多人因為我哋嘅罪受影響而受苦。正如好似亞當夏娃佢犯罪入咗世界，跟住今時今日世界咪喺罪嘅當中咯，所以後人就受苦咯。各位弟兄姊妹，我哋要好小心，我哋真係要明白，我哋要時常信服上帝，唔好俾撒旦迷惑，否則我哋唔單止會失去自己嘅祝福，更會連累我哋下一代。好啦，第7點，至死忠心。腓立比書2章8節佢話：就謙卑自己，全心信服，而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穌基督因為順服神嘅旨意，佢至死忠心，願意上十字架，釘喺十字架上，為我哋嘅罪而死。大家唔知有冇經過呢個嘅學校咧？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有冇去長洲見過啊？呢幅相好多年㗎啦，幾十年。而家變咗廢墟㗎。係啊，嗱，我冇去過而家呢個地方啦，有機會呢個變咗係荒廢咗㗎啦。係你去過啊？呢個地方過啦，係嘛？因為而家就起一間新㗎啦，叫錦江學校、錦江堂嚇。長洲啊？係咪喺長洲呢個唔敢肯定啊，因為好大嘅而家，可能未必喺長洲㗎啦。但係咧，呢個就係好多年前嘅一幅相，1960年。哇！啊！你未出世？啊！未出世啊！我出世幾年㗎啦。後生啲，你都唔識佢啦，我未見過，都未識，都未識，係啊！我未去過嘅地方啊，我喺網上揾到張小照片。咁啊，點解要有間叫錦江小學咧？好明顯啦，錦江就係好大機會紀念一個人啦，係嘛？所以先有間叫錦江小學啦。咁呢個係咩人咧？中國近代第一位基督教嘅殉道者車錦江先生。有冇聽過佢啊？可能未必聽過，因為唔係咁多人即係提起呢啲嘅所謂殉道者嘅名。咁佢咧呢位車先生咧，或者車弟兄啊，佢係一個廣東省博羅縣嘅人。啊，係啊，廣東省博羅縣。係啊，咁你應該認識佢啦。唔識多啲，你應該多啲認識佢。都未算係。唔係，我意思係你應該多啲認識佢，因為你鄉里嚟嘅。咁佢咧年青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賣聖經嘅人啊。咁於是佢咧就被佢感化咗。咁呢個賣聖經嘅人可能即係講話福音啦，一方面賣，一方面講福音。咁被佢感化咗，就信咗耶穌。喺1856年啊，1856年喎，唔止係16幾啊，19幾啊，1856年嘅時候。佢又咧同一個嘅叫做李亞國嘅博士談道，Dr. James 叫做 Lake， 倫敦會教士，兼埋呢個英華書院嘅院長，即係師母嘅中學，唔係英華唔係，英華書院唔同嘅，英華書院嘅院長。咁後來咧就受浸加入教會，返到屋企之後第2年咧，佢就帶領咗一個啱啱嚟香港嘅人，就喺1858年，亦都帶領咗2個人嚟信耶穌。1859年就再帶領咗2人，然後1860年就再帶領咗9個人信耶穌。咁同年咧有一個叫湛約翰嘅牧師，到咗博羅，再為到44個人施行水禮，因為都係佢帶領信耶穌嘅人。1861年1月，又有16個人被接納加入教會。所以呢位車先生喺5年之內啊，信咗主5年之內，引領咗同鄉總共74人信耶穌。所以咧，佢咁嘅行為咧，就令到當時嘅地方嘅父老咧好恐懼同埋好嫉妒。大家知道啦，中國人一般嚟講都係拜咩啊？拜佛拜菩薩噶嘛嚇。其實拜佛其實佢哋都唔知咩叫拜佛，佛唔係神嚟嘅其實嚇。但係拜菩薩，即係嗰啲咩廟嗰啲，咁啊嗰啲咩廟嗰啲，通常都佔香油噶嘛，收錢噶嘛，係咪？如果你即係叫人信耶穌嘅話，咪即係打人個飯碗，揾唔到錢咯，係嘛？所以就好憎佢，就好窒到佢，就警告佢以後唔好再傳道，唔可以再派福音單張。但係呢個嘅車先生喺暴力嘅壓迫之下咧，佢冇去派福音單張，用咗另一個方法，仲係用一把好大嘅藍色嘅遮，上邊就寫着聖經嘅金句，就頭先我講使徒約翰講嘅説話，唔係施洗約翰講嘅説話，天國近了，應該悔改，信福音和
和受洗，佢就寫啲説話喺度。無論天晴落雨、打風落雨，佢都揸住把遮周街走。佢冇派單張啊，因為佢揸住個單張周街走啫，一個大單張係包藍色嘅啫，揸住周街走，傳福音。但係1861年10月13日，佢俾一班嘅暴徒捉咗去，綁住晒喺一條嘅橫梁上邊，經過咗2日嘅酷刑同埋羞辱。佢哋同佢講喺10月15號啊，同佢講，啲暴徒同佢講話你要放棄嘅信仰，如果我哋會殺咗你。呢班暴徒就將佢帶到去東門外嘅江邊，俾佢最後一次嘅機會。如果你願意當眾背棄你嘅信仰，我唔再信耶穌啦，就放生你。但係呢位車先生大聲咁樣講，佢話：你們雖然殺我的身體，但不能殺我的靈魂。我仍然要堅信主耶穌基督，絕不違背我嘅主，信服我哋嘅主。於是佢班暴徒就將佢殺死咗，然後將佢屍體抌咗落個江入面。所以呢位車錦江先生就成為中國第一位基督教嘅殉道者。你知道呢個俾我哋嘅見證，車先生係一位至死忠心順服神嘅殉道，係我哋嘅一個嘅榜樣。今天你同我唔一定要殉教，喺香港嘅地方法治之區，未必會經歷咁嘅事情啊！我哋會俾人捉咗去，規定我哋唔准信耶穌啊，信親耶穌就殺你，唔會喺我哋嘅香港唔會。但係喺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包括係鄰近一啲地方，同樣有呢個事情發生緊。大家可能未必知道，我哋身為傳道牧者嘅，我哋睇得多啲信息，每日都發生緊。仲有基督徒殉教，每天都發生緊一啲嘅事。你知道上海點樣做嘅？特別喺啲回教國家，喺啲印度教嘅國家，每日都發生緊基督徒殉道嘅事情。所以今時今日，你同我喺香港係好幸福，有自由信仰嘅空間，唔需要因著我哋信仰而受逼迫。我哋豈唔應該更加要我哋生命嘅侍奉上帝，榮耀我哋嘅主，傳揚福音，讓更多人能夠得着寶貴嘅救恩。所以總結翻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我哋要信服神，我哋一定要虛己同謙卑自己。因為只要我哋信服上帝嘅話，我哋就能夠成全神嘅計劃。否則嚟講，我哋就會陷入撒旦嘅網絡，被撒旦迷惑。我哋都係同恩得救嘅罪人，你當應該將我哋生命獻上，被主去用，要我哋嘅生命去榮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自誇係順服神最大嘅障礙。我哋冇嘢可誇，只能夠誇我哋主耶穌基督十字架，因為一切都係神賜俾我哋嘅恩典。我哋能夠侍奉佢好，能夠做任何嘅事情都好，甚至乎能夠每天企起身、呼吸、行路都好，都係上帝嘅恩典。更何況我哋有能力去工作嘅話，我哋豈不更加應該感謝上帝，更加要懂得去奉獻，無論金錢或者自己，都完全奉獻俾主嘅使用。信服神有好多嘅益處，因為唯有信服上帝，我哋先能夠經歷神嘅大能同神嘅一啲嘅奇妙嘅作為。如果你唔願意信服上帝嘅話咧，你一生嘅基督徒嘅生命可能都冇經歷過任何嘅神蹟，可能都冇經歷過任何神喺你生命裏面奇妙嘅帶領。唯有你係願意信服嘅話，你先能夠經歷。唔信服神嘅人，更加係陷喺撒旦嘅網絡當中。有啲嘢我哋唔想做嘅，我哋卻係偏偏要去做；想做嘅，我哋卻係冇能力去做，就係因為我哋唔能夠完全信服上帝。至死忠心，主耶穌基督，至死忠心，信服上帝，被釘喺十字架上邊。
所以先能夠成就咗救恩。今天你同我能唔能夠效法頭先所講嘅車錦光弟兄，佢至死忠心？所以撒母耳記上15章22節嗰度講，我哋一齊讀。撒母耳記說：耶和華喜愛燔祭和祭物，豈如喜愛人聽從他的話呢？看哪，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肪。各位弟兄姊妹，其實好多人以為，哎呀，我奉獻咗唔少錢俾教會喎，神應該好開心啦。又或者，哎呀，我喺教會做咗好多嘢啊，好勤力去侍奉啊，神應該好開心。完全錯啊！弟兄姊妹，聖經講咩？聖經講話，滿山嘅牛羊都係我嘅，又話上帝講。仲有就係咩啊？神有千千萬萬天使天軍去傳福音啊！啟示錄就講啦，遲啲啊，有講過。神有天使為佢傳福音嘅，使乜需要你同我啊？神要我哋參與，其實我哋嘅福氣同我哋嘅榮耀啊！為要就係當我哋參與喺神嘅聖工裏邊嘅時候，我哋就能夠經歷到神奇妙嘅大能同作為，亦都係因着我哋能夠參與聖工，榮耀上帝，上帝就榮耀我哋。所以弟兄姊妹，唔好以為你能夠奉獻、能夠侍奉上帝，就上帝欠咗你好大嘅恩典。其實係我哋不配嘅。下面我哋真係能夠將我哋嘅生命最好嘅獻俾神，完全信服佢，因為知道神為我哋所預備嘅必定係最好。好，我哋重新有禱告。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感謝你，因着你自己嘅完全信服，以至於死喺十字架上邊。而今使到我哋呢班嘅罪人，能夠因着主你自己嘅十架嘅犧牲，而係白白得着救恩。主啊，幫助我哋，我哋都係軟弱嘅罪人。聖靈時常喺我內心裏邊提醒我哋，我哋蒙受咗極大嘅恩典，你當嘅係要我哋嘅生命嚟獻上俾主你所用，要我哋嘅生命去服侍主、榮耀主嘅名。求神、求聖靈喺我內心裏邊時常提醒、教導、幫助。當我哋軟弱嘅時候，賜我哋力量，好讓我哋真能夠完全信服主你自己嘅帶領，以我哋嘅生命去榮耀主你自己嘅聖名。隨令我哋同心合意喺你面前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